嗨，歡迎各位超白友返到嚟娛樂八卦超住港頻道。各位超白友，擔定凳仔霸位，我係你哋嘅靈魂收割機德哥，歡迎嚟到好爆得 YouTube 頻道。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主題真係令我心力交瘁，我真係頂唔順啦！香港地到底由幾時開始，啲行人當正自己係復仇者聯盟入面嘅超級英雄？個個以為自己識金鐘罩、鐵布衫，定係以為馬路係佢哋屋企個後花園？今日我哋要嚟個極限處刑，講下近期網絡上討論到火爆炎上到上太空嘅3單荒謬絕倫、反智到極點嘅交通同街頭大步走事件，由人類硬撼金屬進化到人類硬撼人類，我真係睇到哇聲！我真係唔明點解啲人可以癲到一個點，明明係行車線，硬係要行出嚟同啲2噸重嘅鐵罐玩俄羅斯輪盤，仲有啲大支嘢嘅所謂發燒友，為咗追架巴士，連命都唔要，連尊嚴都唔要。各位觀眾，如果你平時揸車都受過呢啲馬路炸彈嘅氣，或者你都覺得香港啲奇葩文化已經失控，麻煩你喺留言區瘋狂洗版，話俾我聽你哋有幾嬲。好啦，廢話少講，我哋即刻嚟重溫一下呢3單震驚全港700萬人，令無數網民食花生食到滯嘅史詩級大災難現場。第一個離譜位係葵涌道阿婆勇闖高速公路，你冇聽錯，係葵涌道限速70嘅大直路啊！嗰度平時啲大貨車、泥頭車飛下飛下，你揸價錢7都驚俾人夾扁啊！但我哋呢位73歲嘅阿婆，竟然當正嗰度係維多利亞公園，喺左3同左4線之間漫步。更荒謬嘅係，佢仲高舉佢把遮，遞高隻手，以為自己係摩西分紅海啊！定係以為自己係絕地武士，用原力截停啲車，結果點啊？對面啲車紛紛扭扭避開，但係有架藍色 MX5 跑車，一個28歲嘅 P 牌仔司機，因為前面有車阻擋視線，轉線嗰陣避無可避，直接將阿婆撞飛。阿婆成個人拋起跌落地下，你以為阿婆實死冇生？錯啦，阿婆骨骼精奇，硬正個防彈玻璃，竟然清醒送院。但個 P 牌司機就慘啦，當場被捕，涉嫌危險駕駛。第二個激心位嚟啦！長沙灣巴交圍追女團偶像 Ivy So 身陷險境大步走。話說有成10幾個巴交，即係巴士迷，聚集喺長沙灣道快線同中線之間嘅石側，為咗影一架貼有 Ivy So 廣告嘅九巴。你冇聽錯，係為咗影一個廣告，唔係見到 Ivy So 真人啊！嗰陣時有架藍色私家車慢駛經過。本來大部分人都乖乖地留喺射拔，但有一個16歲着住件白衫嘅巴交，唔知係咪見到 Ivy So 嘅廣告太過興奮，腎上腺素飆升，竟然背住行車方向，完全冇望車，好似跑100米短跑咁，突然衝出馬路中線，結果砰，成個人撞埋私家車擋風玻璃，飛彈2米跌落地。最精華嘅係咩？佢手上嗰部價值成2萬蚊，配備小白長鏡頭嘅 Canon 相機，好似流星咁飛出嚟，零件散落一地，乾淨利落咁肢解咗。呢一幕堪稱年度最佳視覺效果。第3個爆點嚟啦！你以為俾車撞完班巴交會識驚？錯啦，人類嘅愚蠢係冇底線㗎。23號下晝，即係長沙灣單嘢發生完冇幾耐，黃大仙彩虹村紅岳樓對開又出事。今次唔係人撞車，係巴交真人快打大亂鬥。一個15歲嘅少年報案，話自己俾3個乘客拳打腳踢。警察趕到彩虹巴士總站，揾到個事主同另一名同齡少年，原來又係為咗乜啊？又係為咗影嗰架印有 Ivy So 首支個人單曲廣告嘅九巴。唉，因為拍片同霸位問題，由口角變成動武，15歲仔俾人當沙包咁打，最後案件由襲擊改列糾紛處理，即係點？即係一班細路為咗張巴士相喺街頭群毆，浪費警力。Ivy So 架車係咪受咗詛咒啊？定係班巴交個腦受咗詛咒啊？睇完呢3單案，我真係覺得我個腦要輕機啦！呢個世界到底發生咩事？我哋先講葵涌道個阿婆。阿婆啊，阿婆，嗰度係高速公路嚟㗎，你估係屋企樓下個街市啊？你點樣行入去㗎？有網民就話啦，阿婆可能係老人痴呆。好，我當你老人家病患，值得同情。
但係個法律對個司機有冇同情過？你諗下個啤牌仔28歲，分分鐘儲咗好耐錢先買到架經典 MX5，仲要係啤牌，即係啱啱考到牌冇耐。出車嗰日可能仲開心緊，點知轉個彎見到個阿婆喺路中心舉手，大佬啊，嗰個位有盲點，前面架貨車遮住咗，你轉線一扭將個阿婆就喺正你面前。你當個司機係舒麥加，0.1秒可以剎停架車，而家個司機分分鐘要停牌坐監留案底，一生前途就咁毀於一旦。我就問一句，個司機做錯啲咩？錯在佢出門口冇睇通勝，定係錯在佢冇預知未來嘅超能力？如果你覺得阿婆亂過馬路係抵死，個司機係無辜嘅，請你喺留言區狂打1。如果你覺得司機點都有責任，應該要未卜先知嘅，請你打2。我真係想睇下呢個世界仲有幾多正常人。仲有啊，嗰班追 IV 蘇巴士嘅巴膠先至係極品中嘅極品。16歲人大支嘢咁企喺快線實喺影相，我真係唔明喎。架巴士個廣告，你上網大把高清圖睇啦，使唔使揾條命去搏？你話你影緊 UFO 或者哥斯拉就話啫。最荒謬嘅係佢跑出嚟嗰下，各位觀眾，你有冇睇過人過馬路係背向啲車跑出嚟㗎？佢連望都冇望啊，完全當條馬路係佢屋企個客廳，以為啲車係幻覺。個男車司機已經收到好慢，見到班人喺度已經減速，點知過緊嗰陣條友突然彈出嚟，避都避唔切啦。最搞笑係咩？條友撞完落地，碌咗2下，竟然起得翻身，但係佢部相機就慘死街頭啦。有網民話見到部相機爛到咁，真係極度治癒，我完全同意。呢啲咁嘅行為唔死都冇用，爛部相機當係交學費啦。然後我哋睇下彩虹村嗰單，哇，真係影衰晒香港人。你班巴膠平時企滿條街阻住人行都算啦，而家竟然進化到霸地盤子抽。15歲人學人玩古惑仔街頭霸王，為咗影一架每日都會行駛嘅巴士，3個打1個。大佬啊，你估你係戰地記者啊？使唔使爭位爭到要見血啊？IV Show 如果知道你哋為咗佢個廣告喺街頭互片，你估佢會覺得你好威威，定係覺得你哋成班都係奇葩，丟盡佢格啊？浪費警力去處理你哋啲小學雞糾紛，真係香港社會嘅悲哀。講到網民風向，今次真係全城同心，一面倒狂轟呢班馬路炸彈同街頭流民。我哋嚟睇下啲連登仔同八卦群組嘅花生有點講。針對長沙灣嗰單，有網民一針見血咁話，見到個相機爛溝晒，好開心，治癒。係啊，真係好治癒。你班巴膠平時為咗影巴士，周街亂咁跑，阻住地球轉，今次終於有報應啦。仲有網民講，拿住殺人兇器在道路行走，真的要小心人命，不是有道理就橫行。呢句真係講得好，佢哋當正自己大晒，完全唔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針對個阿婆，網民都係嬲到震，咁多條線，阿婆揀直接衝過去，呢度仲要高速嚟，想死點解要出嚟害人？有啲人甚至懷疑係碰瓷黨添，碰瓷？望又衝出馬路咩玩法？至於彩虹村爭位打架嗰單，網民嘅嘲諷更加係體無完膚。A 仔互片好睇過 UFC， 毒 L 爭位影巴士都可以打交，真係世界奇觀。17號先撞飛一個，23號又打大交。Ivy 蘇架巴士係咪攝咗零啊？呢啲留言真係字字珠璣，完全反映出正常市民對呢班極端發燒友嘅極度厭惡。但係最令網民心痛嘅，永遠都係啲司機。最慘就係個司機有片為證，個靚仔企喺快線自己衝出嚟，咁樣都要告個司機，法例太落後啦。呢個就係香港社會而家最荒謬嘅現象。無論個行人有幾錯、有幾離譜、有幾反智，只要發生交通意外，警察第一時間就係拉個司機。危險駕駛、不小心駕駛，總之就係將個波推俾個司機。大家諗下，嗰個巴膠佢企喺馬路中心，本身已經犯法啦。突然衝出嚟，更加係罔顧安全。但係法律有冇嚴懲佢哋？冇啊，最多咪罰2000蚊，亂過馬路。但個司機呢，又要俾人扣車，又要請律師，又要驚俾人釘牌，精神壓力大到爆。有網民講得啱，呢單嘢如果告得入，真係要全香港司機一見到有人喺路邊就即刻停車熄匙。仲有啊，啲巴膠文化真係奇葩到一個點。你睇長沙灣條片，個16歲仔被撞飛跌落地，旁邊10幾個同伴做緊咩？佢哋完全冇人理佢啊！個個繼續舉住部相機，眼定定咁望住架 IV 蘇巴士。呢啲咩人嚟㗎？為咗張相，連同行條命都可以唔理？
轉個頭喺彩虹村仲可以為咗霸位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啲咪就係典型嘅極端自私精咯。活喺自己世界，對身邊事物毫無同理心，一啲道德底線都冇。嚟到最後，我德哥要下一個極度主觀、完全偏激嘅終極點評。我話俾你聽，我對呢啲亂過馬路嘅行人同埋呢班喪失理智嘅巴膠係零同情，絕對嘅零。唔好同我講咩老人家可能病，後生仔一時衝動，你行得出馬路就要為自己條命負責。你唔愛惜自己條命，憑咩要啲司機為你嘅愚蠢埋單？個批牌仔同個長沙灣纜車司機喺我眼中，佢哋係徹頭徹尾嘅受害者，係被呢個荒謬法例同呢啲冇賴行人聯手迫害嘅苦主。你叫個司機點避？飛上天啊！架車有彈射座椅啊！法官如果下下都問你點解唔剎車，你點解唔響岸？我真係想反問個法官，你點解唔叫個行人唔好行出馬路啊？呢班所謂嘅巴膠更加係社會嘅毒瘤霸佔馬路，影響交通，製造危險，仲要喺街頭聚眾生事。部相機爛咗，我嫌佢爛得唔夠碎啊！最好連張記憶卡都粉碎埋，等佢連張相都冇得留念。至於嗰班打交嘅，真係影衰晒香港嘅後生仔。你哋咁得閒去節秋，不如去做下義工，或者翻屋企讀多2本書啦。呢啲人就係要受過血嘅教訓同法律嘅制裁，先知道社會係有規矩㗎。今次呢3單事件完全暴露咗香港交通法例大細超，盲目保護行人而剝削司機嘅。嗱，渣面行人違法成本太低，司機駕駛成本太高，搞到啲流氓大支嘢嘅人可以恃住你撞我你就要坐監嘅心態喺馬路橫行無忌，而嗰班極端粉絲文化更加係病態到極致，完全失去理智。估唔到有呢味料。我宣布今次呢3單行人化身馬路炸彈，累死司機以及巴膠街頭大亂鬥嘅事件，我俾出最高嘅10把火炎上指數，爆料真係爆到9彩。我今日就係咁偏激，我就係睇呢啲亂過馬路同搞事嘅人唔順眼，我完全企喺司機同埋守規矩嘅市民嗰邊。各位觀眾，如果你同我一樣咁嬲，認同我講嘅嘢，麻煩你將條片先牙出去，等更多人睇到呢個荒謬嘅社會現狀。如果你覺得我講錯，覺得阿婆同個巴膠係無辜嘅，覺得司機應該要負全責嘅，咁你即管喺留言區隻抽我啊，放馬過嚟。我德哥喺留言區等你，我哋一齊大戰300回合。唔認同我嘅留言，隻抽啊！今集到呢度有咩想法可以喺留言區留言，仲有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影片。再見，拜拜。